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喺崇拜開始之前呢，咁想問一問在座當中有冇新嚟嘅來賓係第一次嚟參與我哋嘅崇拜㗎？好，都歡迎大家咧今日一齊去相聚，一齊去敬拜我哋嘅神啦。咁喺一陣崇拜嘅時候咧，為免影響咗大家咧，都希望大家先檢查一下自己嘅手機有冇着到啦，會唔會有響鬧張裝置一陣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崇拜咧？咁麻煩你咧都校咗去震機或者熄咗佢先。好，咁崇拜咧依家就正式開始嘅，會眾請起立。請聽神嘅話語，耶和華的聖民啊，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而上不作聲，齊來敬拜主耶和華，全地都當樂意侍奉他。我哋同心低頭祈禱。慈愛嘅阿爸父，感謝你讓我哋成為你嘅子女，讓我哋有呢個名分去向你祈求。我哋今日嘅學習係不要為明天憂慮，求主你都讓我哋有信心活出今天。喺今日裏面，讓我哋都知道如何去數算主嘅恩典。主你嘅愛帶領我哋嘅腳步，讓我哋成為咗去別人嘅祝福。求主將你嘅名澆灌喺我哋嘅心裏面，亦都讓聖靈去降臨到喺我哋嘅身上，幫助我哋去將你嘅名、將你嘅事蹟、將你嘅愛，以致你嘅偉大，都去讓周圍嘅人知道，讓我哋喺末世當中都能夠有平安。求主繼續帶領，以上禱告奉靠主耶穌得勝名字求，阿門。會眾請坐，依家係謳歌讚美嘅時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咁我哋咧就會用一連串嘅詩歌咧，我哋一齊頌讚我哋嘅神嘅。聖經講到，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縱然可能我哋喺困惑或者喺黑暗嘅階段當中，神讓我哋都會見到我哋嘅曙光。我哋一齊唱一首嘅詩歌啊！根本我不配，你卻應允我。將一切交託，神必庇佑我，必得見光。眼未曾可看見的，耳未曾可聽見的，你大能已成就一切，超過所想所求。
主你常攜着我手，在軟弱都不放手，危難裏扶持着我走，超過所想所求。主你常攜着我手，你是神超過萬有，全能上帝，你是我的拯救，是我所有。根本我不配，你卻應允我，將一切交託。神必庇佑我，必得見光，眼未曾可看見的，耳未曾可聽見的，你大能已成就一切，超過所想所求。主你常攜着我手，在軟弱都不放手，危難裏扶持着我走，超過所想所求。主你常攜着我手，你是神超過萬有，全能上帝，你是我的拯救，是我所有。神嘅所想所求係超乎我哋所想所求，超過所想所求。主你常攜着我手，在軟弱都不放手，危難裏扶持着我走，超過所想所求。主你常攜着我手，你是神超過萬有，全能上帝，你是我的拯救，是我所有。神係我哋全能嘅上帝，神係我嘅拯救，係我哋嘅所有。我哋願意啦，獻上我哋嘅頌讚，我哋一齊咧張開我哋嘅雙手，稱讚我哋嘅上帝。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心中向往主聖潔上帝，感恩頌讚獻給主，因他的供應恩典中盡獻，他的豐盛常常黎面，他的看顧分秒也未變，他的厚恩沒改變。我渴求上帝恩典裏逗留，我渴求每天向你尋求，獻頌揚上帝恩，原知多麼深厚，獻奉感恩，獻上所有。我再獻上你嘅感恩，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心中向往主聖潔上帝。感恩頌讚獻給主，因他的供應恩典中盡獻，他的豐盛常常黎面，他的看顧分秒也未變，他的厚恩沒改變。我渴求上帝恩典裏逗留，我渴求每天向你尋求，獻頌揚上帝恩，原知多麼深厚，獻奉感恩，獻上所有。我哋渴求，我渴求上帝恩典裏逗留，我渴求每天向你尋求，獻頌揚上帝恩，原知多麼深厚，
獻上所有，獻頌揚神的恩，原知多麼深厚，獻奉感恩，獻上所有。神讓我哋真係充滿喺恩典嘅生活當中，我哋願意將我哋嘅榮耀歸於我哋嘅耶和華。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唱榮耀歸於耶和華。我的心要感謝，萬口也歡欣歌唱，列國皆歡呼感激我主的恩惠。我的心要感謝，萬口也歡欣歌唱，大愛比天高，信實達萬代，從不轉動。榮耀歸於耶和華，超出那高天，全能主宰，將真光充滿地球。榮耀歸於耶和華，超出那高天，全能主宰，將真光充滿萬世。我的心要感謝，萬口也歡欣歌唱，列國皆歡呼感激我主的恩惠。我的心要感謝，萬口也歡欣歌唱，大愛比天高，信實達萬代，從不轉動。榮耀歸於耶和華，超出那高天，全能主宰，將真光充滿地球。榮耀歸於耶和華，超出那高天，全能主宰，願我主尊貴，遠超高天，遍達地上每一個。我哋將榮耀歸俾我哋嘅耶和華，請坐。以下係誦讀聖經嘅時間，會眾請翻開馬太福音6章25節至到34節。馬太福音6章25節去到34節。會眾翻開後，我哋會以啟應嘅經嘅方式誦讀。請聽我先讀。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經文重筆，以下落嚟宣講嘅時間，今日嘅講題係不要為明天憂慮。將時間交俾何海峰牧師。大家都知道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咩啦？就不要為明天憂慮。我睇睇原來咧，你上一堂鄭牧師都係講呢個題目喎，係咪次次都咁噶啦？即係我嚟講完啫，講你都要講呢個題目，我唔清楚。OK， 咁咧我就係其實中國人有句説話，即係人無遠慮，都必有近憂。其實憂慮咧都係即係一般人嘅通病嚟嘅，幾乎每個人都試過啦。即係大人有大人嘅擔心，小朋友有小朋友嘅擔心，男嘅有男嘅擔心，女嘅有女嘅擔心，係嘛？咁咧，窮人又有佢嘅憂慮，有錢人咧都有憂慮。每人我有錢啦，都有，因為咧其實呢個係人性嘅弱點啊。總係有啲嘢咧會係好顧慮、好擔心嘅，又擔心呢樣，又擔心嗰樣。而且大家會發覺一樣嘢，唔單止咁添。有陣時好多時候咧，當你一遇到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我哋好自然咧，我哋更加唔使擔心啊！我哋更加會向啲好悲觀啊、好負面嗰方面去諗。就咧有咁差就諗咁差。你突然間今朝起身，突然間邊度有啲痛咧？你就可能突然間要諗啊，哎呀，唔知會唔會有啲咩嚴重嘅問題咧？於是咧就想呢樣想嗰樣，好多時咧咁樣。我哋好多時都係個人嘅弱點就係咁啦，總係咧向最壞嗰方面諗，而且咧就越諗越驚，結果有陣時咧搞到自己神經衰弱，就咧每日都係一個喺憂愁當中嚟過活啊。但係事實上咧，其實你發覺咧有好多嘢我哋擔心嘢咧，其實係冇發生過嘅。不過我哋自己咧就擔心咗先，咁咧就自己嚇自己，咁咧令到自己有時咧個精神心理上咧好大嘅困擾，好大嘅負擔。其實我最近咧我喺網嗰度睇過一份調查，就係咧講到咧有人咧喺即係話一份咧關於香港人憂慮嘅調查報告。咁咧有機構咧曾經喺旺角喺銅鑼灣啲鬧市嗰度咧就做咗個問卷調查。咁咧就探討下香港人憂慮嘅問題喺邊度？就係特別咧，就係過去3個月憂慮嘅情況。咁結果呢個調查咧有啲嘢幾得意，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重點。佢咧就訪問咗405個人，成年人405個成年人。咁當中咧佢話有199個咧係男士，有206位咧係女士。咁咧就結果咧喺呢405個被訪問嘅人當中咧，發覺咧原來有348人，超過咗80%半人咧喺過去3個月都曾經有好多嘢咧令佢好擔心，令佢憂慮嘅。就只有52個人答係冇嘅啫。有冇曾經過去3個月有冇憂慮啊？有52個人答係冇。咁你有5個人答咧係唔知。咁其他咧348個人咧都話咧過去3個月曾經有啲嘢咧令佢好擔心、好憂慮。而呢個年齡組合當中喺340位佢自己話曾經有憂慮過去3個月嘅憂慮。喺年齡組合當中咧，咁咧就係20到30歲咧有167人，20到30歲咁後生，
有167人，而31到50歲咧，竟然有139人。意思就話咧，由20到50歲呢一紮年齡嘅人咧，係佔咗成90%，係過去都係憂慮。呢個組合係最大嘅。咁另外咧，佢調查到咧，喺港人咧，香港人10樣最憂慮嘅問題入邊，10樣最憂慮問題。咁咧頭4位唔講後邊啦，頭4係咩咧？就係工作，第一就係工作，第二就係健康，第3咧就係個人嘅前途，第4就經濟。就咧工作係佢最擔心嘅，健康係第2，個人嘅前途第3，就咧個人嘅經濟問題就第4。咁至於咧佢話咧，因為憂慮而產生嘅心理啊、生理同埋精神上問題咧，如果依嚴重性嚟排列咧，最多人咧就出現咗第一個情緒低落，當憂慮咗之後，其次咧就失眠，第3咧就頭痛嘅時感到頭痛。咁另外，當有憂慮嘅時候，就話咧，佢哋會用咩方法去化解呢啲憂慮嘅情緒？咁結果顯示咧，最多人選擇嘅咧，有37%人咧就去消遣、吃喝玩樂，即係話去玩啊，去麻醉自己。37%人。咁第2咧就係旅行散心，有2成、2成9人，29% 人講話旅行散心。咁第3、第4嘅位咧就係做運動同瞓覺。咁佢睇見咧，佢哋就係用呢啲方法去解決佢自己心裏邊嘅憂慮嘅問題。我唔知大家在當中，我哋咁多人，我諗我哋都佔咗呢個喺大家當中咧嗰個20到50歲咧，我都佔咗大部分人啦。我唔知過去你3個月，你會唔會都係其中一份子，或者咧你係曾經試過有呢啲嘅憂慮嘅情況。咁咧就我哋睇見咧，正話所講嘅，佢哋點樣解決憂慮問題咧？就去搏命去玩啊，麻醉自己咯，係嘛？去旅行散心咯，去做運動咯，甚至瞓覺咯。呢啲就係外邦人、香港人一般去解決憂慮嘅問題。但係我哋係上帝嘅兒女，我哋係基督徒。咁若果我哋遇到問題、遇到有憂慮、遇到擔心嘅時候，咁我哋會用咩方法嚟解決呢？我哋會唔會好似即係嗰啲外邦人一樣，我哋係用啲佢哋嘅方法咧？其實剛才我哋所讀嘅經文，嗰大段嘅經文，其實主耶穌已經多次提醒門徒啊，佢咧唔需要憂慮。其實因為憂慮咧係撒旦咧係時時用嚟咧試探人嘅一種嘅方法嚟嘅。你發覺憂慮係佢嘅攻擊人一個方法，其中嘅方法。魔鬼啊，其實好多方法去攻擊人、試探人嘅，其中嘅方式就係用憂慮啦。點解咧？因為咧，又係經文講到啦，我哋睇下個經文啦。箴言嗰度睇到有嘛？箴言第二段，箴言15章13節，下一章係啦。咁咧就嗰度講話，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裏憂愁，靈被損傷。咩叫靈被損傷啊？意思就話咧，我哋嘅靈性會受到虧損。當你喺憂慮嘅時候咧，你發覺嘅靈性嘅光景啊，就會下沉噶啦。當我哋靈性光景下沉嘅時候咧，我哋好自然對上帝就會失去咗信心，於是咧就損害咗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啊。所以我哋要小心，唔好落入撒旦嘅圈套。佢就時時咧用啲憂慮，用啲嘢咧令到你好憂慮。於是咧，你一憂心時咧，你嘅靈性就下沉。於是咧，你同上帝嘅關係咧就會疏遠，你同上帝嘅關係咧就會受到損害。其實以色列人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以色列人啊，我係從聖經去睇到啊，每次當以色列人一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對上帝失去信心嘅，就跟住咧向上帝發怨言。佢哋過紅海，當佢過紅海之後，當睇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佢哋就向上帝發言啦。佢哋擔心，哎呀死啦！我點樣死喺呢度啊？咩？佢就會向上帝發言。喺曠野，佢冇嘢食，又向上帝發言，又擔心。當佢哋冇水飲，佢又憂慮又擔心。於是咧，不住嘅就影響佢哋對神嘅關係。其實我哋睇下新約都有啲咁嘅例子。下一段經文，路加福音22章39到45節，聽我讀。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
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石頭遠那麼遠，跪下禱告，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意思。43，有一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嘅力量。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聖節留意啦，我就特別 highlight 咗嘅，就咧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裏，嗰句嘢點樣咧？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着了。呢度講到主耶穌被捉嗰晚，佢要同門徒喺客西馬尼禱告。咁門徒其實意識到有啲大事發生，但係唔知咩事。就咧最擔心，我哋有時最擔心咧，我哋知道有事發生，但係唔知道有啲咩結果。於是咧門徒都好擔心。咁結果聖節講到啦，即係佢哋好憂慮啊，好憂愁。結果咧就全部瞓咗覺，憂慮令佢哋沉睡咗。唔知大家有冇嚟經歷？當你被憂慮、被情緒困擾嘅時候，你整個人就會沉晒落嚟，整個沉晒嚟，就要收埋自己，咩人都唔見，大被冚個頭，唔想出，唔想喐，就瞓喺度，就攤喺度咁樣，成個人。又係咁樣，我哋好多時都係因為咧憂慮，令我哋咧個精神意識咧係一路沉欲睡啊，會令我哋咁樣，哇，好憂愁坐喺度，憂心坐喺度咧，又唔想講嘢，又唔想成咁樣，會令我哋咁樣成個人情緒 down 晒，跌晒落嚟。所以主耶穌話唔好憂慮，亦都更加唔好為明天憂慮，因為我哋會因為咁樣，我會失去咗警醒啊，失去咗我哋神同神嘅關係。記住，心裏憂愁咧，就靈被損傷啊，靈被損傷。好啦，而家我哋睇下點解主耶穌叫我哋唔好憂慮咧？原來喺正話嗰段經文好長嘅經文咧，其實主耶穌講咗3個原因，嗰度講3個原因，叫我哋唔好為明天憂慮嘅，有3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一直嘅下一節經文就係我抽出嚟啦，逐字講嘅，就係馬太福音第6章第27節，聽我讀：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咧？另外嘅細字嗰度你發覺啲細字嗰度嘅嗰個經文咯，佢係使身量多加一爪咧，即係你係邊個能夠用思慮使你嘅身量多加一爪咧？所以第一個原因，點解唔好憂慮咧？其實就話憂慮係解決唔到問題嘅。你從呢個經文知道，憂慮係解決唔到問題嘅。細節更加得意，佢話咧講到咧，佢話有邊個能夠用思慮使你嘅身量多加爪咧，就高啲咧咁樣。其實咧，點解主耶穌會咁講咧？原來咧有啲聖經學者咁講啊，佢話咧原來咧跟隨主耶穌嗰班門徒啊，都係矮仔嚟嘅，個個生得好矮嘅，矮矮細細，唔知啊彼得啊雅各又個個都係生得矮矮細細。於是呢個時覺得自己點解生得咁細粒啊，咁矮細啊咁樣。啊！即係點可以高啲咧？咁喺度諗啊，點解高啲就好啦？咁樣咁，所以咧，你發覺主耶穌咧喺呢度咧，就用一個好實際嘅例子去教導佢哋啦。有一個現實去教導佢哋，就話憂慮係改變唔到任何事情㗎。你憂慮冇辦法改變，憂慮係冇用嘅，因為啦冇人可以用憂慮解決到問題。相反啊，唔單止解決問題。相反，本來有啲問題啊，你有能力去解決。本來嘅問題咧，你可以有能力解決㗎。但係因為我哋過分憂慮啊，結果連埋我哋能夠解決嘅問題都失去咗能力解決。本來可以解決嘅，但係因為你哇擔心啊，結果係連埋你本來可以解決嘅能力都失去埋。所以咧問題不單唔解決唔到啊，而且可能咧將嗰個問題咧越搞越禍。有一個咁嘅故事啊。講到美國咧，有一個祖父咧，有一日見到佢個孫咧，就咧悶不樂坐喺度。佢個孫咁咧，佢好擔心嘅樣啊，坐喺度好擔心。咁於是就叫個孫嚟，過嚟，就問佢有咩心事啊？咁樣講俾我聽，我同你解決下咁樣。
咁當時咧，佢個孫就同佢講啦，同佢阿爺講，佢話因為咧下個禮拜我就要服兵役啊，佢話咧，咁而且咧就要佢話我服兵役咧一定要抽籤啊，去參加邊個兵種咁樣。佢話咧我好怕被抽到入去海軍陸戰隊，點解啊？佢話因為咧，如果被抽到海軍陸戰隊咧，就要打仗噶啦，就要去打仗，去前線打仗。咁於是佢個祖父就同聽完之後咧，就為咗開導佢個孫，就同佢個孫講啦。有孫講，佢話咧，其實兵役有好多種嘅嚇。佢話咧，你唔係一定會抽到海軍陸戰隊噶嘛，係嘛？咁個孫就話啦，如果不幸被抽中咗咧，如果被抽中真係抽到海軍陸戰隊咧，咁佢個祖父就話啦，縱使你不幸被抽中咗，被調入咗去海軍陸戰隊，但係你有兩個機會㗎，兩個機會。佢話因為海軍陸戰隊咧有分為駐守本土同埋咧調派海外嘅有兩個機會。咁若果你係被分派駐守本土嘅，咁你唔使擔心啦，你唔使去前面打仗啦。個孫諗聽咗之後諗係噃，但係後嚟又問啦，咁若果我被選派去海外點算咧？嚇，如果選派海外，個祖父就話啦，你都有兩個機會，兩個機會。佢有咧，佢話駐守海外嘅部隊都有分兩種㗎，一種咧喺後勤就咧做內勤工作，另外一種咧就派去前線執行任務啦。咁若果你係被分派係做內部，係做後方做內勤嘅，咁你又唔需要擔心啦。但係個孫話：若果係分派去前線咧，如果被分派去前線，咁點啊？個祖父又話：佢話就算係被分派前線打仗嘅軍人啊，都唔係一定係受傷嘅，係嘛？你都有兩個機會㗎。你一係咧就會受傷，一係咧就唔會受傷。佢話：如果你冇受傷，你唔需要擔心啦，你冇受傷。咁但係個孫話：萬一受傷咧，萬一打算啊？佢就話：你仍有兩個機會，你有兩個機會。佢咧受傷都有分輕傷同重傷。若果你就算輕傷重傷都好，咁你咧受傷啦，你都會被運翻去國內啦。咁你會養傷，你唔需要再上前線噶啦。咁若果你受輕傷啊，如果你受輕傷，你好翻啦，你又再唔需要上前線啦，咁你又唔需要擔心啦。咁啊，個孫話：咁個重傷點算啊？唔緊要，你都有兩個機會。佢係啲重傷嘅，一係救得翻，一係救唔翻。咁又救得翻嘅，咁你就從此冇事咯，你咪退役咯，救得翻咁啊，你又唔需要擔心啦。個孫話：萬一我重傷咧，如果重傷點算啊？佢話：如果重傷嘅都有兩個機會，一係就你會死，一係就唔使死。咁佢死咧，咁啊，一聽到呢度咧，佢阿爺就哈哈大笑。佢話：如果真係到咗呢個情況，你真係你重傷死咗啊！咁你仲需要擔心乜嘢啊？如果你到嗰陣時，你都冇需要擔心啦，做咩擔心？你死咗啦，人都係嘛？咁所以啊，我睇見呢個雖然係一個故事，其實咧，讓我哋睇到啊，其實正好反映今日咧，其實好多人都係自尋煩惱啊！有陣時我哋一路諗啊，我哋將一件事咧一路諗，越諗越差，越嚟差，係一路諗到最差嘅，最差樣，但係其實全部未發生㗎。呢嘢都從未發生，但係我哋已經一路將我哋嘅情緒一路向負面嗰度諗啊諗到最差嗰樣嘢啦。咁其實啊，老實講，無論係點樣好，憂慮根本改變唔到任何事實㗎。你點擔憂，改變唔到要發生嘅事㗎。能夠解決嘅問題，你唔需要擔心。如果能夠解決嘅，你唔需要擔心。相反，唔能夠解決嘅問題，你擔心都冇用，係咪？記住，能夠解決嘅問題，有啲話一啲如果能夠用錢解決問題唔係問題啦，係嘛？即係如果能夠解決問題，你唔需要擔心啊，能夠解決嘅。如果唔能夠解決嘅問題，你擔心都冇用㗎。你憂心改變到咩？你憂慮改變到咩？唔能夠改變。所以呢個第一個原因就係咧。你點能夠用憂慮去將你嘅壽數多加？你想長命少少，我擔心長命啲啦，冇噶。
你唔能夠改變任何嘅問題，你唔能夠改變任何嘅現況嘅。你幾擔心都好，呢個第一樣嘢。咁就有人話，咁可能係咁啊，風平浪靜，就係咧一啲事都冇。當然我哋可以乜都唔需要擔心。但係如果當你面對一啲問題嘅時候，咁我哋真係有啲問題令我哋好，我哋唔擔心就係即係人都有人嚟噶嘛。如果真係遇到問題嗰陣時候，有擔心有憂慮係好正常嘅。咁呢個我相信呢個可以理解。我哋唔能夠避免，即係我哋唔能夠控制到我嘅情緒，我哋真係會擔心會出現，會憂慮嘅。咁所以呢個雖然人之常情，所以主耶穌就同我哋講第二個問題啦。第二個原因，點解你唔需要憂慮啦？咁下一段經文，馬太福音6章31到33節啦。嗰度話，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天父都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點解我哋唔需要擔心呢？答案就係32節啦。我 highlight 咗嗰度，天父係知道嘅，知道你嘅擔心，知道你嘅問題啊！呢樣嘢最緊要啦。啲外邦人點解佢哋咁擔心？因為佢咧冇人幫到佢，佢唔知道。佢唔知道佢遇到問題之後，可能佢要獨力面對，話自己要獨力去支撐，又唔知邊個可以幫佢，邊個可以幫到我咧？就要揾到人，嗰人都未必幫到你，係咪？愛莫能助。但係我哋係上帝嘅兒女，我哋係基督徒啊！我哋有問題，你記住，你唔會單獨面對㗎，你唔會話冇人幫你，因為咧上帝知道啊！佢話天父係知道你嘅問題嘅，所以你需要擔心咩？若果上帝知道，主耶穌知道，佢會袖手旁觀咩？係嘛？第個爸爸知道個仔女有咩問題，佢一定會幫，一定要幫佢，唔會等個仔女自己獨立面對，唔知點算。爸爸一定會幫嘅。所以縱然間我哋真係遇到問題，啊，我哋真係會擔心。但係你要想一想，哦，原來我哋嘅上帝，我哋嘅天上父親，佢知道我有咩難處，佢知道我有咩擔心，佢知道我會將佢面對咩嘅問題。咁我知道佢一定會伸手幫我，佢仲要拖大我，佢要扶住我啊！咁我會安心啲。等於你將要去醫院係咩？如果你發覺有家人陪住你，你會好心，要個心好定嘅，如果心非常嘅定嘅，係嘛？我記得我有一次我自己唔知去做啲咩檢查，咁咧我一個人去喎。哇！點知突然間個醫生話咧，你又要做乜，又要做乜，又要打影劑。本來我冇遇到呢樣嘢㗎。咁咧，突然間話你要督啊，要顯影啊啲咩咁啊！哇！我當時我幾驚啊！突然間我坐一個人坐喺度，好驚啊！突然間我諗啊，如果我太太喺度好咯，佢一齊陪住我，咁我自己心好定啦，我真。但係我而家一個人咧，我唔知點算，我好驚，好面對咁啊！所以我要發覺，如果你有一個人喺度陪住你，有人知道你喺度幫住你啊，你會好安心噶。所以呢度睇見咧，佢話咧，天父係知道你嘅需要。佢唔單止知道，佢會負責。上帝佢要負責，所以佢會供應。佢話咧，佢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要嘅。佢話呢啲東西都要加俾你哋。而主耶穌更加用咗兩個例證啦，睇落下邊啦，下一節就係26節啦。佢用咗咧就係話用飛鳥同野地嘅百花，佢證明咗上帝係佢個看顧係不缺嘅。26節佢話：你們看天上嘅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咁下一段28到29，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們想野地裏嘅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嘅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你睇見？咁啊，上帝啊，連天上飛鳥、野地嘅百合花，佢都看顧。咁何況我哋？所以我哋唔需要擔心。佢知道，佢更加去供應，佢幫助。咁我哋係上帝兒女，唔通我哋唔比飛鳥貴重，唔比野地嘅百合花重要咩？咁上帝一定會悉心照顧我哋嘅。其實最重要，上帝既然佢嘅獨生子都賜俾我哋，佢乜嘢唔俾我哋咧？佢乜嘢唔幫我哋咧？
佢嘅生命都俾咗我哋。咁所以我哋有咩好擔心呢？你記住，唔係淨係你面對，上帝同你一齊，上帝知道你有問題啊，有個全能嘅上帝啊，有我哋嘅天父，佢知道我嘅問題，佢會幫我。你唔需要獨自面對，咁你就唔需要擔心。咁但係佢話咧，咁但係點解而家上帝淨係好多上帝嘅兒女？我哋而家既然信咗耶穌啦，但係我哋仍然會有憂慮咧，喺缺乏憂慮當中咧。其實問題就係33節啊，睇睇下一段33節啊。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就要加俾你哋啊！呢個就係關鍵啦。我嗰時啊，我哋需要以上帝嘅事為先，以上帝嘅事為念，上帝先成全噶。有陣時啊，上帝知道咯，上帝咩啊？咁點解我仍然仲係好擔心？我仍然仲缺乏啊，仍然仲唔得嘅？我點解仲係心囉攣好驚嘅咧？問一問，我哋有冇將上帝擺在第一位先？我哋咪先求佢嘅國同你嘅義先？如果你有嘅，呢啲嘢先會臨到你。但係如果我哋唔係嘅，我哋只係以我哋自己嘅嘢做先嘅。如果我哋只係揸住自己嘅嘢嘅，咁樣冇辦法啦。咁可能咧，我哋仍然上帝可能咧唔能夠為我哋做啲乜嘢。譬如有個好嘅例子，下一段馬福音10章17到22節嗰度就講到啦。佢話耶穌出嚟行路嘅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喺他面前，問他說：良善嘅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係知道嘅，不可殺人，不可姦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嘅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就遵守啦。耶穌看着他就愛他啦，對他說：你仲缺少一件，就變賣所有嘅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喺天上。你還要嚟跟從我。22節最緊要啦。他聽見這話，面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嘅走咗。點解？因為佢嘅產業好多啊，佢唔捨得啊，佢唔捨得。呢個少人，如果按照我哋人嘅眼光嚟睇，係一等一嘅好人噶啦。又佢誡命又遵守，至少嘅遵守，乜都遵守晒，係嘛？佢咧又非常好嘅一個人，所以主耶穌都睇住佢咧，都愛佢。一個咁好嘅少人，但係佢後嚟憂憂愁愁嘅走咗，點解啊？佢唔捨得放低佢自己嘅嘢，佢仍然揸住自己嘅嘢，佢擁有嘅嘢。其實今日我哋好多時，我哋同呢個少年一樣，好多時啊，我哋以為我哋今日我以為咧，我哋而家好好基督徒，我有聚會啊，我有侍奉啊，我有奉獻啊，我都有去幫手啊，教會好多，我以為自己已經係一個好嘅基督徒啦，一等一嘅基督徒。但係我哋又想下，係咪有啲嘢我哋仍然揸住咗唔肯放手咧？呢啲嘢包括唔係一定金錢，我哋上帝冇叫我哋將我哋家產賣晒，但係好多嘢有陣時咧，你嘅習慣、你嘅喜好、你嘅偏愛、你嘅固執，有好多嘢我哋揸實咗，我哋唔肯放。上帝話你放咗佢啦，但係我哋仍然持守住啲嘢，我哋揸實唔肯放手。結果呢度咪冇求上帝嘅國順嘅義咯？你話你要先求上帝嘅國順上嘅義，你要先將神擺喺第一位先。上帝要你放低啲嘢，你就放咗佢，讓上帝帶領你先。咁樣樣，你先至上帝先會幫到你，上帝先可以為你解決隻問題噶嘛。否則我哋就好似個少年咁啦，就憂憂愁愁嘅走咗。雖然我哋都係一個好嘅基督徒，但係仍然活喺呢個憂愁當中，喺個憂慮當中，喺個擔憂當中，仍然咁樣。所以第二個原因就係咧，上帝要我哋唔好憂愁，就係記住天父知道。第一原因就話你憂慮係改變唔到任何問題嘅。第二就係咧，縱然有憂慮，縱然有擔心，有問題，天父知道嘅，佢幫你。第三個原因，最後一個原因啦，就係睇一節經文下邊嗰度啦。馬太福音6章34節啦，就係嗰度啊。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啦。第三個原因就係咧，其實就係叫我哋唔好去作無謂過度嘅憂慮，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啦。
其實正如我真係講啊，有當我哋擔心嘅嘢咧，其實係未發生㗎。你會發覺啊，你有啲嘢你好想，你自己幻想出嚟，可能會咁喎，可能嘅喎，係未發生㗎。但係我哋已經係擔心咗先啊！我哋係預知咗你嘅擔心啊！有啲嘢我哋驚咗先，其實可能唔會發生嘅，但係我哋已經係擔憂咗先啦。如果你話發生咗，我哋就驚咧。但係我哋就係因為擔心，就係有啲未發生嘅事，但係咧可能唔會發生噶。但係我哋以為佢，我哋覺得佢會發生。所以主耶穌話：一日嘅難處，一日當就夠啦。意思就話我哋唔好作無謂嘅憂慮啊！有啲憂慮係好無謂嘅，有啲憂慮。講多個故事俾大家聽。咁咧就話説有一個小明咧，一個非常之精乖伶俐嘅學生啊。咁咧佢開學嗰陣時咧，佢被班咧就被即係班裏邊咧選做班長。咁嗰一年咧，佢哋個學校咧舉行清潔比賽。咁咧，於是小明就喺度諗好，我今年咧我要為我哋班攞到你清潔比賽嘅冠軍。於是咧我要不負眾望做班長。咁要小明咧日日就督促佢班嗰啲值日生咧，去抹好台啊！放學嗰時咧掃乾淨晒嘢啊，抹好晒黑板啊，咩自己就係執好晒嘢咁樣，日日都咁樣督促，非常好。咁咧佢結果咧發覺小明個班入邊咧，哇總係咧就係咧昌明機正嘅，哇非常之好。咁咧得到好多老師嘅讚賞，哇真係呢班真係好好啊咁樣。有一日校長行過嘅時候，咁突然間見到小明咧爬上佢個班房對上嗰棵樹上邊啊，搏命喺度搖，搏命喺度搖。哇！個校長見到佢，做乜咁曳喺上面喺度咁呀？落嚟，咁啊叫小明落嚟。小明一落嚟之後咧，你做咩咁曳爬上上棵樹啊？喺度搖嘢咁啊，喺度搏命搖棵樹咁啊。咁小明好驚喺度，好震啊！同我校長講，佢話唔係啊，佢話我喺上邊咧，我想將啲樹葉搖咗落嚟，將啲樹搖落嚟。佢點解啊？佢因為咧，我班上邊嗰個外邊嗰度時時啲樹葉跌咗落嚟，咁我掃咗又跌，掃咗又跌。於是咧，我就想咧搖多啲落嚟，咁嗱聲掃咗佢，咁咪聽日就唔使掃咯，咁啊唔會咁多樹葉跌落嚟咯。於是個校長就笑笑同佢講，佢話咧，佢係唔需要咁嘅。佢話咧，其實啊，就算你今日你搖晒樹葉落嚟，聽日都有樹葉跌落嚟嘅，聽日都會有。就算呢棵樹唔跌落嚟，第二棵樹都會吹過嚟，都吹嚟，你仍然有樹葉。其實你每日掃乾淨你班房出邊嗰啲樹葉就夠噶啦，你唔需要做咁多嘢。所以你發覺有陣時咧，小明就係啦，佢係預知咗聽日要掃嘅嘢。咁我哋都係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啊，我哋係預知咗憂慮都係預知，係啊。大家你發覺我哋預知咗啲憂慮，諗住咧，聽日會咩？我哋就先擔心咗先啦，先憂慮咗先。其實雖然呢個係一個故事，但係咧，其實記住，主耶穌教我哋一日嘅難處，一日當就夠啦。咁你既然你話當時講啦，人無遠慮，都必有近憂。咁自己為將來打算，即係話咧，為到我要諗定先啊！就話咧，我未必有啫，我諗定我要點樣做，點做咁啊！哇，我驚啊嘛！到時我哋可以即刻唔會手忙腳亂咯，咁都不為過啊，係咪？都唔會話太過分啩？我有啲問題，我想諗定先咁啊！雖然好似睇嚟講嚟好似好有道理啊，但係其實咧有一句咁嘅説話，其實我哋好應該感到，就係咧。憂慮咧係冇辦法除去你聽日嘅煩惱，但係反而會奪咗你今日嘅精神，奪取你今日精神。因為啊，過分嘅憂慮，過分係明天嘅憂慮啊，佢係反而會消耗咗你今日嘅體力。你本嚟今日嘅體力，你會應付好多嘢嘅，但係因為咧你去過分去擔憂聽日嘅，於是咧將你嘅所有嘅精神體力就消耗咗喺擔憂嗰度啦，知道咗咧，聽日要點做，後日要點做，我要點問題，就咧勞心勞力之餘咧，當前嘅事你搞唔掂，今日嘅嘢你都做唔掂，再主要佢話一日嘅憂慮，你一做就夠啦。事實上啊，世事係變幻不定嘅，聽日有咩難處，聽日先知噶，係嘛？你估係咁啫，未必係咁噶。咁咧，我哋而且咧，另外知道。
咁咧，另外咧，我哋要知道啦，就聽日有幾難嘅事，咁啊，就算有幾問題嘅幾難嘅嘢，咁我有邊個100%肯定啊？你可以過聽日咧，係嘛？你點樣聽日會點咧？亦都冇人會肯定我哋可以聽日仲可以踏進明天，我哋未必知道，因為你要知道啦，明天喺上帝嘅手入邊，聽日係點，你點知啊？但係我哋咧好多時，我哋卻過分咗啦，預知咗啦。咁既然一啲唔肯定嘅嘢，咁點解為自己加添煩惱咧？點解為自己加添憂慮咧？所以記住，一日嘅難處，一日當就夠啦。所以呢個主耶穌所講3個理由，叫我哋唔需要為明日嘅憂慮，因為之後咧憂慮解決唔到問題，因為另外你咧知道咧就係上帝知道你嘅需要，就知道你有咩擔心，唔需要驚。第3，唔好預知，因為一日嘅難處一日當就夠啦。因為聽日點樣我哋唔知道，上帝先知道，我哋冇人保證你可以過到聽日。好啦，結束啦。咁我哋知道今日咧就教導我哋，就係咧唔需要為明天嚟憂慮。當然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啊，係咪？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啲咧，第二個人冇辦法了解嘅，即係你唔知噶啦。咁啊，我哋每個人都係有啲嘢咧，係人哋冇辦法去理解你，人哋覺得你可能唔需要擔，你可能覺得自己好擔心，冇人會理解。但係我哋要學習，不要為明天憂慮。主耶穌嘅教導，而且仲有一個更加積極嘅方式。最後嘅經文，記錯啦，彼得前書5章7節，你哋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啊，因為他顧念你哋。最重要就係你試下將你嘅憂慮放低個重擔，你擔咗喺度啊，好驚好驚。你試下將佢放俾上帝啊，等上帝為你擔啊，你唔好自己擔住。咁樣上帝會，咁你就會覺得好輕省，你完全會信靠上帝啦。有一同嘅祈禱，主，我哋多謝你，因為主啊實在知道咧，主你教導我哋咧，唔需要為明天嚟憂慮，因為一日嘅難處一日當就夠啦。因為實在主啊，我哋知道一切都喺你嘅手裏邊，明天係喺掌管你手當中。我知道係邊個，我哋都知道誰掌管明天係你，所以主啊，我哋何必為到聽日我哋唔知嘅事嚟擔心呢？而且雖然間真係有啲我哋好驚遇到嘅問題，就算真係有，但係主啊，我知道你係知道嘅，你知道我哋嘅問題，你知道我哋需要，你會幫我哋。所以既然你幫我哋，我哋又需要恐懼咩呢？所以求你真係繼續嘅帶領，幫助我哋喺你裏邊建立起信心，成為你所喜嘅兒女。感謝你，祝福以下嘅時間，靠主耶穌嘅名，阿門。我哋一同打開頌主新歌322首，時刻靠主。正如牧師所講，我哋可能喺每一天入邊，我哋都可能有遇到困難問題，但係當我哋時時刻刻咧去靠住主耶穌咧，我哋萬事都可以去跨過嘅。我哋一同起立唱呢首嘅詩歌。我平日當靠主，原來是靠主救護。我信心雖還不足，還係要靠我主領路，靠耶穌渡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不論走何險路，唯要信靠我的主。靠聖靈照亮我心，叫我心滿得光明。靠救主領我正路，還要靠我主保護。
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不論走何險路，唯要信靠我的主。路平安當中主名，路黑暗有主同行。若危險主必保護，唯要靠我主領路，靠耶穌渡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不論走何險路，唯要信靠我的主。靠耶穌渡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離世直往天去，唯要靠我主耶穌。靠耶穌渡過今世，靠耶穌能行萬事。我不論走何險路，唯要信靠我的主。請坐。感謝主嘅恩典嚇，讓我哋縱使喺好多嘅愁緒思慮嘅當中，我仍然可以靠着我哋主去面對明天，活在當下。啊，呢個係一個恩典嚟嘅。但係當然，我哋唔去憂慮，唔等於我哋唔去計劃。啊，呢個好重要啊！計劃都係我哋主俾我哋一個好好嘅一個學習。所以我哋都為着教會我哋一啲代禱嘅事情。喺我哋教會嘅代禱事情嘅第3項，為教會未來嘅事工計劃構思同埋發展去禱告。嚟緊嘅日子，我嘅教會特別會推動一個芥菜種計劃。其實簡單嚟講嚇，我哋會喺異象分享會詳細啲同大家分享，但係都盼望大家我哋都去禱告。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係4合1計劃嚇，咁我哋會透過我哋每日嘅靈修，透過我哋嘅講道、講台信息，大家嘅了解，加上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嘅實踐啊，喺日常生活嘅經歷，然後我哋會喺小組，我哋會係嚟到去一齊嘅分享。換言之，可能嚟緊嘅日子，教會亦都係會係一個我哋喺呢個計劃所預備嘅小組嘅過程嘅裏面。所以變咗好多嘅事情，我哋需要去計劃，好多事情我哋需要去推動，我哋需要不斷為教會去禱告啊，亦都為教會嘅同工執事去禱告啊，亦都為着弟兄姊妹去禱告，因為有一個我哋不斷都係好我哋好習慣嘅裏面，我哋有啲突破係唔容易嘅啊。咁求神幫助我哋，冇需要憂慮嘅啊，唔好憂慮啊！都係何牧師教，唔好憂慮啊！咁但係我哋需要去禱告，需要我哋去計劃，以至點樣當嚟到嘅時候，我哋能夠繼續嘅去面對將來，活在當下，呢個係好重要嘅，好嘛？盼望我哋而家我哋就為着嚟緊呢一件事啦，我哋去禱告，求神俾教牧同工有好嘅準備，同埋執事有好嘅磋商，有盼望我哋喺呢個計劃嘅當中，讓弟兄姊妹我哋開放我哋心靈嚟到去認識、去了解啊！我哋就為呢啲事去禱告，我哋同心開聲嘅祈禱，係我帶領大家祈禱。
天父上帝，我哋感恩，我哋讚美你，係因為你俾我哋睇見你自己完美嘅典範。主啊，當我哋睇見你當初創造嘅時候，主啊，你嘅計劃係何等嘅完備。我係深信嗰個唔係即興，我係你自己喺當中，你一切嘅籌備、一切嘅預備嘅當中，就叫我哋享受你創造嘅美，享受你喺世上。主啊，甚至當人類走歪咗嘅時候，你所預備救恩嗰份嘅美善。主，我哋多謝你，係因為喺你自己恩典嘅當中，我哋可以承受你俾我哋一切嘅美善，以致我哋可以繼續嘅嚟到帶住一個能夠去適應、能夠去回應甚至改變嘅新心靈嚟到去繼續嘅嚟到奔跑你俾我哋喺世上嘅路程。我哋多謝你，亦都因此嘅緣故，我哋求你就帶領我哋，讓教會都喺主你嘅裏面，真係正如你自己身體整體嘅改變嘅當中，我哋都可以一齊有合一嘅心，我哋去經歷你嘅恩典。透過呢一個嘅改變，主啊，亦都讓我哋真係去體會你自己嘅大能。佢話求你就讓我哋無論係長執，無論係同工，無論係弟兄姊妹，我哋可以一同嘅喺呢一度嘅期待，喺呢一度嘅思想，更喺呢一度嚟到去好好哋嘅預備，以致我哋能夠去回應主你喺我哋生命裏面喺教會裏面嘅帶領，讓我哋能夠透過每日我哋與你嘅親近，讓我哋真係願意實踐嘅話語，更加讓我哋留心聆聽你僕人嘅信息嘅時候，我哋能夠得着啟發，更加讓我哋喺實踐嘅當中，我哋去體會到你嘅能力，以致我哋嘅生命就係一個值得歌頌、值得嚟到去尊崇你嘅生命。我哋多謝你，願你就帶領我哋前面嘅日子。我哋祈禱、仰望、交託，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阿們。依家落嚟係奉獻嘅時間。今日咧會有2次嘅奉獻嘅。第一次係我哋日常為教會作出嘅奉獻啦，主日奉獻。而另外一個特別嘅奉獻呢，就為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間老人院籌款嘅。請司持人員長職。其實依家香港人口老化嘅問題都好嚴重啦。咁喺我哋作為基督徒啦，作為一個社會一份子上面呢，我哋去為到老人家去做一啲嘢，都希望大家去支持，因為我哋將來都會成為老人家嘅。咁希望大家都喺呢件事上面能夠去回想，去知道今日父母為我哋作出嘅奉獻，我哋係咪喺老人嘅事工上面啦，喺對待老人家嘅態度上面啦，好多嘢我哋都應該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希望每一次有機會去俾我哋付出嘅時候，都要把握呢個機會。會眾請起立，我哋同心喺度獻金祈禱。慈愛嘅阿爸父，感謝你讓我哋有今天嘅學習。
主啊，我哋都知道，原來我哋一直都有一個避難所，一直都有一個可以安居嘅地方。主啊，你從來喺我哋未知、我哋未去求之前，你已經為我哋預備。主啊，你帶領我哋，你救我哋，讓我哋喺我哋嘅憂慮當中，我哋比別人優勝，因為有主你大能大力，你去托住我哋，你陪住我哋走。主啊，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真係好幸福，因為我哋有你。主啊，求你都讓我哋懂得去將我哋所擁有嘅，去知道我哋所擁有嘅全部都嚟自於你，以致當我哋去甘心樂意嘅奉獻嘅時候，主啊，求你都祝福呢一份嘅奉獻，讓教會能夠好好咁妥善咁樣去運用主你嘅金錢去為主你作工。主啊，求你都讓我哋教會嘅各弟兄姊妹成為參與者，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奉獻金錢，我哋都要喺教會嘅事工當中去參與，以致咁樣我哋先至能夠將你所俾我哋嘅恩賜可以去回贈俾你。主啊，求你都繼續帶領以上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得聖名自求，阿門。好，會眾請坐。以下落嚟係會務報告嘅時間啦，咁就都感恩何海峰牧師今日為臨正道啦。咁另外咧就係主日學咧喺下一個禮拜咧我哋嘅一班二班咧都會係喺10合班嘅，就會喺10點到10點45分度喺呢個禮堂本會禮堂咧就舉行頒獎禮同埋分享會嘅。咁呢個都係影響到點解要咁樣嘅安排呢？就係第6項咧，本會喺立會17週年感恩暨主餐嘅崇拜呢，就會喺下個禮拜11點鐘喺舉行聯合崇拜嘅。咁另外呢，就係一陣間崇拜完咗之後呢，就會舉行月會嘅。咁希望弟兄姊妹呢都知道，其實你除咗奉獻金錢之外呢，你係可以奉獻出你嘅時間，奉獻出你一份關心，因為教會嘅每一項事工，每一個嘅服侍，其實真係有你嘅參與嘅。好，咁另外呢，就係教育部呢，就喺2012年嘅讀經計劃呢，第3啦，已經研經4卷小先知書啦、使徒行傳啦、教牧書信啦同加拉太書呢，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咧讀經人日都開始派發嘅，咁弟兄姊妹咧都可以去辦公室索取啦。好，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宣傳嘅，咁個宣傳咧就係都以為好遠嘅時間啦，咁其實就好近嘅啦。咁就係咧平安夜嘅福音聚餐啦，平安夜喎喺10月24號啊，咁大概2個月都唔夠啦，已經係啦，即係得1個月多少少嘅啫。咁咧，我哋咧今年會喺呢個大圍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嗱，美田商場係美田村美田商場2樓咧，我哋有一個咧嘅福音聚餐。咁點樣為之福音聚餐呢？福音聚餐就係將主嘅福音經過呢個聚餐傳出去嚇。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大家喺聖誕節係咪成日都會收禮物㗎？即循例都會有㗎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一直都已經有一份禮物，嗰份禮物就係主耶穌嘅愛，主耶穌嘅教導，主耶穌嘅一切一切。咁我哋係咪作為一個子女，好應該將呢份禮物咧分享俾我哋嘅家人啦，或者我哋啲好熟嘅朋友啦，或者唔熟都得嘅嚇。總之朋友、親朋戚友，咁我哋咧都希望你哋喺去考慮參與呢個聚餐嘅時候咧，都讓自己有一份心，一個祈禱。當我哋去參與聚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今次好大嘅目標就係想將一啲未信嘅親朋戚友帶到嚟呢個聚餐當中。喺當晚我哋會有信息嘅分享，我哋會有詩歌讚美，讓我哋基督徒最甜美嘅歌聲去感動我哋身邊嘅人。咁我哋可以當將
將當晚咧一個最好嘅禮物，聖誕節要收嘅禮物喺當晚俾我哋嘅親朋戚友。所以咧講完一大輪之後，好正式講收費啦。咁咧其實咧有啲特別嘅希望大家消化到啦嚇。咁咧嗱，如果已決志者，即係在座可能都好多位啦。咁我哋已經信耶穌噶咯噃嚇。咁我哋咧既然有份咁重嘅禮物咧，咁我哋咧就當晚我哋付出嘅咧就係200蚊去將呢個信息帶俾人嘅。咁但係咁好彩啦，或者你一份祈禱嘅心感動咗，你當晚會帶一位未信嘅朋友嚟嘅。你會可以享用呢個咧300蚊嘅價錢，300蚊嘅價錢帶一位未信嘅朋友，加埋你有得食，有得聽，仲有得唱添。因為我哋作為已信嘅咧，我哋當晚咧其實係會揾你幫手㗎，會幫手做一啲嘅服侍啦。咁都希望咧各位聽清楚啦。如果咧嗱你就咁信咗，你又出嚟參與我哋嘅聚餐嘅，我哋都歡迎嘅。咁咧就200蚊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當晚你好開心，你會帶到未信嘅朋友嚟嘅，咁你係可以用300蚊嘅價錢享用到2位嘅留位啦嚇。咁當然啦，其實你嘅奉獻嚟嘅，可能係你可以用呢300蚊去請你嘅朋友同佢一齊嚟嚇，將呢份禮物帶俾人哋。有啲沉添嚇，不過真㗎。希望大家都聽得到，做得到啦。好，跟住咧，仲有多樣嘢都想同大家做嘅，趕時間啦。咁咧就係咧，我哋每個月都有嘅金句背誦啦。咁都希望咧每個禮拜都提一提大家。咁我哋今日都會一齊去先誦啦。咁如果大家都月尾啦，其實未背嘅好好背咗佢啦嚇。咁喺我哋嘅會務報告最低嗰欄嗰度嘅。咁我哋一齊都誦讀呢節嘅經文一次啦。好，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做的。詩篇138篇8節。好，讓呢句經文都成為我哋心裏面嘅祝福。會眾請起立，我哋同唱讚美詩。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同當中現，天上萬軍一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名，阿們。有請謝牧師祝福。又係同心嘅領受，而滿有能力、滿有恩典、滿有慈愛嘅聖天父，你不斷嘅保護看顧我哋每一位，亦都讓主耶穌救贖嘅洪恩與我哋同在嘅時間，亦都讓我哋將你嘅救恩繼續嘅傳遞，讓更多人嚟到去認識，得着你嘅救恩，又讓聖靈嘅大能嘅感動，聖靈大能嘅提醒，常常嘅與我哋眾人同在，牽引我哋繼續向前走，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讓我哋詩歌彼此嘅祝福，帶着恩典、能力、勇氣，繼續我哋前面嘅路程。但願上主全能神，時常保守賜後人，他永遠傳真平安，努力作工盡本分，抬頭仰望慈容。望人同上親近，但願主全能神保守賜人到永恆。願主嘅保守，主嘅恩典。